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系统系张玉琪。现场敢有观众朋友是为高雄来的，有无？为高雄来有无？恁高雄较早叫啥物？恁敢知影？打狗对。啊，现场敢有人是为嘉义的民良来的，有无？一个、两个。较早民良叫啥物？恁敢知？打鸟对，这就是我今仔要讲的大树爷文化节打鸟文化之旅。伫阮民良流传着一句话，叫做“大树本无庙”。那呢是安怎民良会出现大树爷庙咧？我来讲互恁听。这是嘉义的民良，这是云林的北港。伫民良大部分拢是漳州人，伫北港大部分拢是漳州人，所以定定就会烧饼装。啊，若烧饼的话，就有人会死去嘛。啊，这个人若无人甲因拜的话，就会变成孤魂野鬼一大堆。啊，真正互因乱到无法度的时阵，只好求神拜佛。啊，要拜什么神呢？当然嘛是专门咧管理好兄弟的鬼王大树爷。坐落来，我有一个问题要甲大家请教：恁感觉大树爷的外形看起来是较慈悲，还是较恶相？较恶相对无？亲像鬼共款对。恁看伊。青面獠牙，啊伊个头壳顶有一对角，啊伊个喙齿垂落来到肚脐这个所在，是安怎伊个喙齿安尼咧？这是有一个故事的。真久以前，咱的大树爷毋愿意归顺咱的观音佛祖，所以就含伊修正。啊修正了一段时间了后，伊个腹肚怎去互观音佛祖占一骹，喙齿就安尼吐出来。啊我讲到这，一定有人想讲，哪有可能腹肚互占一骹就安尼？现场观众朋友要起来，互我站一骹看卖无？有无？有无？妹妹，你毋通起来咧！我讲尔，你毋通真正起来。说落来，要来讲文化节的内容。而每一年的旧历7月22的时阵，庙方会准备普渡的仪式，佮有放水灯的科仪。毋过，伫咧放水灯的科仪进前咧，阮会伫咧民良的街头东南西北4个城门踅过一轮。是安怎爱踅这4个城门咧？有人要邀看卖来无？看是 A 要邀请好兄弟来参与祭典，还是 B 法师找机会点风神，还是 C 大树爷介意点车爷？有人要邀看卖来无？有无 ？C A 有哦，我听到有人讲着，好，咱来看卖哦。答案是 A， 因的目的是为着要邀请好兄弟来参与祭典，得到度化。好。接落来是放水灯的部分，阮会来到民良的阿宝南这个排水沟进行。啊，庙方会准备108蕊莲花，佮有一寡纸衫、纸裤、纸厝这物件，要互好兄弟用。啊，是安怎是108蕊莲花咧？因为108就是36天宫加上72地煞，加起来多好108。哦，啊，伊嘛有代表数量真济的意思。啊！现场除了放水灯以外，法师嘛会伫遐办法会，吼要甲水中这个孤魂引上花，吼将因度化。啊！大家看这张相片，恁看到阮嘉义的水灯是咧日时还是伫暗时？日时对无？这是阮嘉义地区放水灯的传统，和其他所在无共款。一般阮是伫下晡3点至5点，就甲这个放水灯的科仪完成。好，接落来。是旧历7月23，嘛是文化节上尾一天。这天普渡的量会来到上大。啊，暗时的时阵有一个最重要的科仪，叫做会烧大树爷。是安怎要会烧大树爷咧？伫这天暗时的时阵，大家会甲这个大树爷的金身，伊是纸糊的，甲伊烧掉。啊，连边仔的一寡纸糊的神尊，拢做伙烧掉，送因登去天庭。啊，想说甲地方遮的无形的物件拢带走。地方就会平静。坐落来，我要互大家体验讲点火现场的气氛。啊，恁等我一下，我先把这件衫穿起来。好，啊，等下我若讲一句，恁就应一句有哦。哦，爱发较大声咧哦。那啊 ，DJ 我影片较麻烦者。永迎大树爷性格辉化升天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
五谷红丁素时无灾。啊，我有引导无？我拄则听到有人讲无哦，咱来听这个演讲，爱较袂当讲白贼，哦，咱是有文化的人。好，影片谢谢。好，后一日。好，坐落来，大树也节有一个片名叫做雨伞节。啥那也叫做雨伞节咧？大家一定真好奇，我来讲互恁听。因为每一年的大树也节，定定会拄着落大雨。所以真侪生意人拢会来遮摆摊做生意，所以闽南人较会家号做雨伞节。啊，闽南人你烧招讲，你今仔要来买雨伞无？大家就知影讲是要招你来去踅大树爷节。以上就是大树爷的故事。今年旧历7月，邀请大家来参与大树爷节。啊，恁若是有介意的人，咪当像我共款唱这条歌，邀请伊和你做伙参加。咱两人做阵也着一支小雨伞，斗阵行，来去闽中看花小大树爷。好，感谢大家，我是正港打鸟文化尤其的台湾囡仔张玉基，罗力，谢谢。对。连无鼓励拄则迄个做法，就是这有可能是带查某囝去，看这大水啊，嘛是会使啊，嘛是会使，莫小歪去了。恁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毕竟你一个人呀。嘿，我是张玉基，啊，我是嘉义闽南的囡仔。是，啊，那是讲要来台南读册。就多好分数多好伫遮啦。啊，闽南有啥物好食的？闽南鸭肉羹，鸭肉羹，佮有往来。往来，闽南的往来袂输关庙的哦。哦，真个？真的。对，你徛伫关庙的这个故乡，你讲朋友，嘛是会使互相交流啊。对。感谢玉姐啦，玉琪。这伊应该念姐。对。不过阮阿嬷、阮爸爸妈妈拢念。这是尊重时代。对。感谢玉琪，谢谢。